各位留言話想放鬆筋膜、改善睡眠嘅朋友，你哋好啊！今日呢條片我會一步步教大家點樣去運用呢部微電流嘅儀器去放鬆全身嘅筋膜同埋穴位，幫你哋放鬆壓力同埋改善睡眠質素。準備好未？我哋開始啦！我哋由最容易繃緊嘅頸部筋膜開始，先將儀器放喺耳背呢個翳風穴，輕輕停留，喚醒一下啲肌肉。跟住我哋會順住頸側呢一條胸鎖乳突肌，由上至下左右咁行，慢慢推落去，重複做5次，然後做埋另一邊頸，你會感覺到條頸即刻鬆翻晒。然後我哋將個儀器移去膊頭嘅肩井位，平時用電腦玩手機積落嘅肩頸疲勞，喺呢個位慢慢按鬆佢，令到成個膊頭放低晒。肩頸鬆咗，我哋就嚟按幾個超級助眠同埋放鬆壓力嘅穴位。先按耳背後嘅安眠穴，顧名思義係幫你安靜入眠。然後頭頂嘅百會穴、眉心嘅印堂穴、太陽穴，再返到頸後嘅風池穴，同埋頸背最高點嘅大椎穴。最後輕輕刺激埋耳仔上面嘅耳神門穴，呢一個動作可以幫個腦減壓、平復心情。跟住我哋做手部，用微電流輕輕刺激手心嘅勞宮穴、虎口嘅合谷穴，仲有手腕內側嘅內關穴同埋神門穴。呢幾個穴位可以幫我哋寧心安神、踢走焦慮。最後我哋將專注力帶返去隻腳度，做埋最後嘅放鬆，按壓腳眼上嘅三陰交穴、腳背嘅太衝穴同埋腳板底嘅湧泉穴。按腳底可以引血下流，令個頭冇咁脹。腳底嘅筋膜亦都係全身筋膜網嘅源頭。放鬆咗呢度，自然就會容易入睡。成個動作臨瞓前做一次，全身筋膜都會大解放。記得 save 低呢條片。如果你想知多啲關於呢部微電流儀器嘅資料，可以留言俾我。